赛车捌去哦，真正爱细腻。今仔早起，台东市有一个富人人对厝里要赛车出门哦，捌去的时，无注意讲因大家哦徛伫车后壁，结果伊就捌去弄到因大家，加赛大家是无性命的危险。这场意外发生伫透早7点外，消防队赶到现场，用油压退开器，甲吊伫轿车车底80外岁阿婆救出来。消防队员表示，疑似是这口罩的新妇一透早要赛车出门，捌去的时无注意到大家伫门卡口，大家又搁耳孔动，无听到车的声音，才会弄倒掉伫车底。阿婆呼救出来时，意识真清楚，身躯有真侪刺伤，送病院，目前无生命危险。那我们到现场的时候就展开救援，很顺利的把他救出来。车祸详细的原因，警方正在调查。警方提醒讲，类似的捌去的车祸未少，因为民众咧捌去的时，着机向前无注意到后壁的情形，就会无细机弄到人啊车。倒车时应谨慎缓慢后倒，并注意其他车辆及行人，必要时可以派人在车后指引。警方也呼吁讲，虽然即马汽车大部分拢有装捌去显示器或者是警报器，毋过也是要对两边的捌去面加观察，才个捌去，而且莫着机捌去，避免发生车祸。记者综合报道。